喺呢一節我哋嘅伸展嗰度咧，我哋會喺伸展之前咧，係將個人放鬆一下，做一啲呼吸同埋沉澱先嘅。嗱，我哋首先咧將個人坐翻好，點樣坐好咧？我哋個人係坐直啦，個背脊有少少直嘅，但係膊頭要放鬆。我哋先做一啲沉澱，調整好自己嘅姿勢同呼吸先。坐咗個人之後，嘗試將你嘅呼氣拖長，吸氣盡量吸滿啲，又再將個呼氣慢慢呼多啲。呼多咗之後，吸氣又可以吸滿啲。我哋嘗試呢度咁樣，用自己嘅方式、自己嘅速度，將你嘅呼氣同吸氣慢慢拖長、拖深，慢吸、慢呼。如果你覺得合埋眼會比較平靜啲嘅，可以合埋雙眼嚟感受自己嘅呼吸。隨住你呼吸一路拖長拖慢嘅時候，個人可能越嚟越放鬆。感覺到放鬆嘅時候，邀請你將個注意力慢慢放喺你嘅小腹上面。嘗試喺下一個吸氣嘅時候，將你嘅氣吸到去小腹，感覺到吸氣嘅時候，小腹微微咁升起；呼氣嘅時候，小腹慢慢咁樣向裏邊收縮返。由我哋慣常嘅呼吸，轉變為我哋嘅腹式呼吸。吸氣，肚煲升起；呼氣，肚煲慢慢收縮。吸，呼，吸，呼。我哋做多幾次，吸氣，呼氣，吸氣，呼氣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慢慢嘗試將個呼吸嘅比例係改變。我哋吸氣係用4下，呼氣會用8下嘅。我會帶住大家去做，我會點講呢？吸2、3、4，喺呢段時間你哋繼續吸氣，而我會講呼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喺呢段時間呢8秒左右，你哋一路咁樣去呼氣。OK， 咁我哋會做5個回合啦。大家準備咯喎，開始啦！吸2、3、4，呼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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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吸2、3、4，呼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個呼吸同沉澱咧就做完啦。跟住我哋可以落去咧就開始我哋嘅一啲伸展嘅練習啦。首先我哋個人坐好，確定我哋個盤骨係正中嘅，雙手輕輕擺喺個大髀上邊，膊頭係直嘅，但係放鬆。坐直個人，我哋呢度吸氣，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將條頸轉去你嘅右邊，慢慢吸氣，翻返中間，
呼氣轉去左邊，吸氣返中間，呼氣右邊，吸氣中間，呼氣左邊，吸氣返中間。我哋再做多一個，呼氣去右邊。喺右邊呢度，我哋停頓一陣間，盡量轉多少少，但係膊頭冇喐嘅，眼可以望到自己個膊頭。我哋停留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吸氣返中間，呼氣轉去左邊。係啦，我哋又係轉多少少，嘗試膊頭唔喐情況之下，望返我哋自己嘅膊頭，停留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吸氣返中間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做一個轉膊頭嘅伸展嘅。我哋首先向後方轉，將個膊頭吸氣嘅時候向上提升，慢慢將佢轉去後邊肌胛骨收一收，打個圈翻嚟一個，再嚟向上提升，吸氣，呼氣後邊打個圈，繼續3個打圈，4個向前向上，然後向後，做埋一個，吸氣向上，呼氣打圈向後，跟住我哋做埋向後轉啦。呢次啱啱反方向啦，我哋先將個膊頭向咗後，打個圈上返嚟一個，向後打圈上嚟2個，再向後上嚟嘅時候3個，向後吸氣上，呼氣落4個，我哋做埋第5個，向後向上向前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做一個獨步式。我哋雙手擺喺手踭，大約同個膊頭咁高啦。你感覺到呢個就嘅直角咁嘅。而我哋慢慢將個手打開嘅時候咧，如果可以嘅話，個手踭喺翻個膊頭嗰個水平度，手腕最好可以喺個手踭嘅上方。如果呢個背緊咧，你可能會變咗咁嘅。盡量去做 ，OK， 未必一定做到。我哋打開嘅人，呢個係吸氣，呼氣嘅時候，我哋合埋對手，睇下可唔可以個手臂可以黐埋嘅。然後吸氣，又再打開，呼氣合埋，吸氣打開，呼氣合，繼續吸氣打開。呼氣合埋，打開嘅時候後邊收下你個肩胛骨，呼氣合埋，最後一個吸氣打開，3、2、1，呼氣合埋，前臂合埋，3、2、1，好，慢慢放鬆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做一個舉手過頭嘅動作，嚟伸展我哋嘅肩膊、手同埋個背嘅。我哋將雙手喺前面扣手指，你可以將兩隻食指合埋，好似把槍咁樣。然後呢度慢慢吸氣向上，盡量隻手伸直，個人坐直，嘗試將個手臂睇下可唔可以拉到去耳仔後邊嘅方向。然後兩手指頭向上延伸，呼氣慢慢翻嚟開始嘅位置，再嚟吸氣向上，呼氣落翻嚟。我哋會做5個嘅，吸氣上，呼氣落，吸氣上，呼氣落，最後一個喎，吸氣上，我哋向上伸展，吸氣停留5下，5、4、3、2、1，吸氣再向上，呼氣側身去右邊，
吸氣翻嚟中間，呼氣去左邊。吸氣中間，呼氣右邊。吸氣中間，呼氣左邊。吸氣中間，呼氣右。吸氣中間，呼氣左。吸氣中間，呼氣右。吸氣中間，呼氣左。最後一組。吸氣中間，呼氣右邊停留。5、4、3、2、1。吸氣返中間，呼氣左邊停留。5、4、3、2、1。吸氣返中間，呼氣放鬆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做一個簡單嘅轉腰動作。我哋先將雙腳合埋，膝頭哥合埋，腳掌合埋。一對膝頭哥咧係對稱，冇前後嘅。跟住我哋將我哋嘅左手輕輕咁樣放喺我哋右邊膝頭哥外側，右手擺喺我哋 pat pat 後邊張凳度。吸氣拉長嘅脊椎，呼氣嘅時候將個心口轉向我哋嘅右邊方向。記住你轉嘅時候，一對膝頭哥唔好擘開，一對膝頭哥唔好有前後。喺呢度每一個吸氣，我哋延長脊椎，呼氣又轉多啲。喺呢度停留5個呼吸，5、4、3、2、1。咁我哋轉去另外一邊啦。我哋繼續合埋膝頭哥，我哋嘅右手放喺左邊膝頭哥外側，左手喺 pat pat 後邊。吸氣拉長脊椎，呼氣將個心口轉向我哋嘅左邊。個人坐直嘅，膝頭哥冇前後，冇打開，停留5個呼吸。每次吸氣拉長脊椎，每次呼氣轉多少少。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慢慢吸氣，返中間。跟住落嚟啊，我哋會做一個貓牛式。我哋大家坐好喺呢度，拉長嘅脊椎，自然嘅呼吸。做一個吸氣先，呼氣嘅時候將盤骨推後，肚臍推後，心口推後，然後將個眼望返肚臍，個背脊係拱起咗嘅。吸氣嘅時候，將個盤骨推前，肚臍推前，心口推前，吹上天花，眼望返天花，有啲咬腰嘅感覺。再嚟啦，呼氣推後晒，拱背，眼望肚臍。吸氣，盤骨推前之後，咬腰，眼望天花。繼續第3個，呼氣，拱背。吸氣，咬腰，眼望返上天花。繼續，呼氣，拱背。吸氣，咬腰。嚟多2個，呼氣，拱背。吸氣，咬腰。呼氣，拱背。吸氣，咬腰。咁我哋就完成咗呢個貓牛式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做一個膝頭哥打圈嘅動作。呢個動作咧會幫我哋係鬆一鬆我哋髖關節啦，同時間咧係鍛鍊我哋嘅臀部肌肉嘅。我哋好簡單，我哋拎起個膝頭哥，但係記住佢個膝頭哥打圈，我哋唔係用腳掌嚟打圈，所以咧我哋將我哋嘅集中力、注意力咧擺喺個膝頭哥上邊，就好似膝頭哥喺圓規裏邊嘅支筆咁樣。
然後用呢一個膝頭哥就去打圈。我哋做6個外邊嘅，6個內邊，然後就再轉腳。準備咯噃，雙手可以輕輕咁樣扶住張凳，個人坐好，膝頭哥拎起，向外邊打圈，1個、2個、3個，上下左右都有喎，4個、5個、6個。做完之後翻返嚟中間，向裏邊打圈啦，1個、2個、3個、4個、5個、6個。跟住我哋可以放低我哋右腳，跟住落嚟我哋做埋我哋嘅左腳啦。拎開我哋左邊膝頭哥，先向外打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翻返中間，再向裏邊打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慢慢放低腳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會做一個坐姿前彎嘅動作嘅。我哋首先將我哋嘅右腳伸出嚟。嗱，我哋伸出嚟嘅時候咧，嘗試將個膝頭哥咧係盡量伸直嘅。如果你伸唔直嘅時候咧，坐前少少咧，可能會伸直噶啦。腳趾咧就盡量指向天嗰度，唔好向咗地板嗰度。做咗呢個之後，我哋雙手向上吸氣，拉長嗰隻椎。呼氣嘅時候，由我哋嘅髖關節開始，將個人向前伸，個背盡量係直嘅。跟住雙手可以嘅話，掂落你個小腿又得，腳趾又得，盡量拉長個背，眼望住翻啲腳趾個位置。無論你係掂住呢度好，淨係掂住呢度好咧，都望住腳趾嘅位置。我哋喺度停留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慢慢吸氣翻返上嚟，腳翻返嚟呢邊，轉我哋腳啦，轉咗去我哋嘅左腳，又係啦，膝頭哥要直嘅，腳趾向天，吸氣，雙手向上，眼望住你個腳趾，呼氣拉長個背，眼望翻腳趾向前方。慢慢放低隻手喺度，任何位置都可以，但係個背唔好拱埋喎，拉翻直個背，眼望住個腳趾，停留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慢慢吸氣，翻返嚟，腳收翻埋嚟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做一個叫針孔式嘅動作。呢個動作咧，會將我哋嘅pat pat 啦，一啲肌肉係舒緩咗嘅。我哋將我哋嘅右腳拎起，然後慢慢將佢好似翹腳咁樣放咗個右腳喺左邊嘅大腿嗰度。我哋腳眼咧唔好揞住個大髀，腳眼放喺大髀嘅外邊。留意。喺地下呢隻腳趾，而家個左腳咧，膝頭哥同腳趾係同一個方向嘅。跟住我哋坐直個人，盤骨係坐直嘅，唔好將個盤骨攣咗喺後邊。然後左手掂住我哋個腳眼，右手喺個膝頭哥上高。坐直個人，兩邊膊頭平嘅，唔好又側咗去一邊或者側咗嚟呢邊。吸氣拉長嘅脊椎，呼氣慢慢由我哋嘅髖關節位置向前傾斜。嗱，你可以想像咧，你坐直嘅時候，個人好似一支棍咁樣嘅。當你傾前嘅時候，支棍係唔會攣嘅，你繼續，只係支棍係斜咗嘅啫。而我哋停留喺呢度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翻返嚟中間，然後我哋放低右腳，轉做左腳啦。左腳一樣啦，拎起嘅時候打橫放喺度，右手掂住腳眼，左手喺大髀上高，膝頭哥同腳趾同一方向，
個人坐直，好似支棍咁樣。當你呼氣嘅時候，慢慢向前接。個感覺咧係喺個 pat pat 呢個位置嘅。所以你如果將個冇太感覺嘅時候，一係你就係將個人捲咗後邊，一係你就可以再落深少少。眼望前方，唔好望咗下低，因為你望下低會拱背嘅。眼望前方，拉直啲你個背。停留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慢慢吸氣翻嚟，跟住放翻低我哋嘅左腳。跟住落嚟，我哋會做一個舒緩嘅動作，舒緩一下我哋嘅下腰同個背部嘅。我哋將我哋嘅右邊腳拎起，雙手扣手指箍住我哋嘅小腿前方，慢慢將個大髀拉埋嚟心口。我哋坐起個人，吸氣拉長脊椎，呼氣慢慢將個額頭放落去我哋膝頭嗰度。然後呢度我哋會停留5個呼吸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吸氣上返嚟，呼氣放低。跟住我哋做埋另外一邊咯，我哋嘅左腳拎起，雙手箍住前方，慢慢將個大髀拉埋嚟，吸氣拉長脊椎，呼氣額頭去碰個膝頭哥，停留喺度5個呼吸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慢慢上返嚟，放返低我哋嘅腳。